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第101页的倒数第9行，就是讲到说，为学宗派者共许之虚妄，与中观师所许之虚妄不同，由心安立，虽亦为彼等共许，然仅彼亦至终不许为由心安立。那上一堂课呢是讲到这边，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就讲到说，由是当知，此派中虽无非由内心显现真上安立之体性，然许有非为假名，有比真上安立之体性，亦不相违。那这边就讲到说呢，虽然说呢，这边讲到说，就是他们承许呢，就是一切法呢，都是由心呢去安立的，都是由心之力去安立的，都是为心假名安立，或是为分别心安立，或是为由能全身所安立。那这种承许呢，就是承许一切法是如是安立呢，是应成派的承许方式。所以由是当知，此派中虽无非由内心显现真上安立之体性。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直接解释的话呢，就是说一切法呢，没有一个法不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它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之外呢，没有一个法是不用分别心所安立的这种体性呢，这种是不存在的。任何一法呢，都是由分别心显现之力呢去安立的，没有一个法呢不是由分别心显现之力去安立的。那所以讲到说一切法呢唯由心之力安立的这个呢，是属于应成派呢所不共的程序。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就是承许一切法呢，就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呢，是应成派不共的承许。那对于秩序派来说的话呢，那秩序派是否承许说一切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呢？那在各个不同的祖师呢，他们有不同的承许。那以至尊法床大师来说的话呢，那至尊法床大师是承许说一切法呢都是唯由以秩序派来说，一切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为什么呢？一切法都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理由呢？那他最主要引的经论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在这里所讲到的，也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由是当知，此派中虽无非由内心显现真上安立之体性，就是讲到说此派，就讲到说秩序派中呢，他承许到一切法呢，没有一法呢，它是不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因为去除掉不是分别心所安立的体性呢，这个是不存在的。所以以至尊法从大师的承许来说呢，他承许秩序派呢，承许一切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那以福生大师来说的话呢，福生大师他就不承许说一切法呢皆由分别心所安立，因为呢他承许有非为分别心所安立的法，因为他承许有非为分别心所安立的自相成立的法存在。那他所引的经论在哪里呢？他所引的经呢，就是在下面这句话，就讲到说，然许有非为假名，有比真上安立之体性。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在这边讲到说呢，就是他也虽然说呢，他承许一切法呢都是由心所安立的，没有一个法呢它是离开分别心所安立的，没有一个体性呢它是可以离开分别心所安立的。但是呢，他承许有一法呢是非唯有假名，就是他不用透有假名去安立，是有比真上安立的体性，就是还有一个能够自方成立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不需要由分别心呢去安立的。所以福生大师呢，他以后面这一句话呢，承许说秩序派呢，他不承许一切法皆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那虽然说呢，就是我们从字面看起来呢，好像至尊法床大师呢，还有大班智达福生大师呢，他们二者的承许呢，看起来好像是有相违。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这一句话呢去做解释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二者所承许的呢，并没有不同。因为呢，这边我们看到说，法床大师呢，他承许到说，一切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法呢，它是能够离开分别心安立之上呢，去安立它的体性。所以诸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但是呢，他在讲到说诸法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唯字呢，这个唯字最主要呢所遮止的呢是遮止掉谛实。所以如果说呢，你把这个
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这个唯呢，就是去除掉唯字代表是第十，就是唯第十呢都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话呢，那这样子承许的意思呢，其实和福生大师呢所承许的都是一样的。不过福生大师在讲到说诸法为分别心所安立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把这个唯字呢就是遮止为第十，所以最主要的差别呢在这边。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到说应成派呢，他承许到诸法呢唯由心之力去安立，那秩序派呢也讲到说诸法呢唯由心之力去安立。那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这个唯字呢所代表的意思。那我们讲到说秩序派呢，他所承许的这个唯字呢，指的是说第十成立的这一点，讲到第十，所以它这个唯呢是遮止掉第十，然后承许诸法呢都是去除了第十之外的诸法呢，都是由分别心所安立，都是唯由心之力所安立的。那应成派呢，他在安立唯字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放第十，他是把这个唯字呢放成是自性成立或是自相成立，所以去除掉自相成立还有自相成立的诸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所以秩序派以及应成派他们最主要的见解呢，就是在于说唯字呢它所代表的意思不同之上呢，然后造成了说两者呢他们所承许的不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唯字呢它所安立的呢就是空性的所破，所以在秩序派呢所安立的是第十，那在应成派呢所安立的呢就是自性成立自相成立等。那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光看字面的意思呢，会觉得到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从字面来看呢，就是有相违，所以这两句话呢，在辩论场辩论的时候呢，也是常常被拿出来呢作为问难的。就是在这边呢，此派中，那这个此派呢，自然是指说这边所讲到的秩序派。那前一句话呢，讲到说秩序派呢，它承许呢就是无，就是没有一法呢，它是不是由内心显现之力去安立的，就是所有的诸法呢，它的体性呢，没有离开唯由心之力呢去安立的这个体性，所以讲到说此派中呢虽无非由内心显现真上安立的体性。那前面已经讲到说诸法呢它的体性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然后下一句话呢然许有，但是又承许呢非为假名，就是非由分别心所安立，然后呢有比真上安立的体性，又承许说有一法呢不是由分别心去安立的，不是由心去安立的，然后在境上呢可以去安立它的体性，有比之力呢安立的体性，就可以承许在境那一方呢能够安立的体性。这两句话明明就是相违的，为什么在这边又讲到说亦不相违的？那这一句话呢，就是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虽然呢秩序派呢他所承许的呢是讲到说诸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那他同时在承许说诸法唯由分别心所安立之外呢，他同时呢也是承许说诸法呢他在境的那一方呢是成立的，所以由境那一方所成立的诸法呢，它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但是呢这样的讲法对于秩序派来说呢是没有相违的，但是这种讲法呢以应成派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承许的话呢，既然诸法呢它是能够在自方那一方所成立，就表示说它呢并不需要是它就并不会是为名言所安立，因为它在境那一方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自方成立，它是自相成立。那既然是自方成立以及自相成立的话，就表示它非唯由分别心所安立，所以看起来会有相违呢，是讲到说从应成派的角度呢去观察的时候，他会觉得说秩序派你这样承许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承许这两者是无相违的，但是并不是说呢应成派并不是说呢他讲到说秩序派不承许诸法呢为分别心所安立。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句话呢，此派中呢虽无非由内心显现真上安立之体性，然许有非为假名，有比真上安立之体性，亦不相违。那其实这句话呢最主要是从秩序派的角度呢，他在反驳应成派，就是以秩序派的角度呢，他在跟应成派说解释说
我呢，并不是不承许诸法呢，非唯由心之力去安立的。虽然说呢，从你的角度来看呢，你会觉得说，哦，我好像不承许诸法呢，都是唯由心所安立。为什么你应神派会承许说，会觉得说我秩序派呢，不承许诸法非唯心之力所安立呢？因为你觉得说我承许诸法呢，都是自相成立的。那诸法既然是自相成立的时候呢，就表示它不能是唯由心之力去安立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呢，秩序派就在跟应成派解释到说，虽然呢诸法呢都是唯由心之力所安立，但是呢它都是唯由心之力所安立，但是呢它也是一切法呢都是自相成立的，所以这两者呢并不会是相违。所以这一段话最主要是秩序派呢还在跟应成派解释呢他自宗的角度，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呢去做解释的。那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他所承许的就是诸法呢都是唯由心所安立，但是呢又是自性成立的这个法呢，对于应成派来说并不是唯由心之力所安立的呢，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秩序派所承许的平直跟住直，那秩序派所承许的平直跟住直呢，对于应成派来说呢，并非唯心去安立。为什么呢？因为从以应成派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并不是唯由心所安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自相成立的。因为你秩序派承许所有的诸法都是自相成立的，所以以应成派来看，他会觉得说你秩序派所承许的平直还有住直等等呢，它并非唯由心之力所安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自相成立的。但是呢，这个时候秩序派他就在告诉应成派说，哦，虽然说我承许呢诸法都是唯由心所安立的，但是它也是自相成立的，这两者呢并不相违。所以这样子的解释方式呢，最主要是秩序派呢他在对应成派阐述他的论点。那所以呢，在下一句话呢就讲到说，故两派中观之所迫，于内心安立上有极大之不同。所以从这一句话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上述的这个论点呢，就表示说两个中观派，就是应成派和秩序派呢，它对于所迫呢，在我们内心之上去安立的时候呢，是极为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讲到说呢，秩序派呢，它所安立的所迫呢是什么呢？它所安立的所迫是讲到非唯由自心显现真上安立，就讲到说它并不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它并不是由心所安立的，是诸法呢它在境上不共的实有的这一点呢，那对于这个来说呢是秩序派的所迫。所以它承许呢，就是诸法呢它可以由心之力，它可以由分别心去安立之外呢，那诸法呢它也是自相成立的。但是对于应成派来说呢，你既然承许说呢诸法是自相成立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它就不可能呢是非唯由心之力去安立的。因为呢它是自相成立的时候，它就不可能仅由内心呢去安立。但是对于秩序派来说呢，他会觉得说这样子是没有相违的。我只是不承许说有一法它是不用透过分别心去安立，它是不用透过心的力量呢去安立，然后在境上呢它可以自体实有。但是呢，我可以承许到说诸法呢它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而且呢它本身也是自相成立的，这一点呢对我来说这两者呢是不相违的。所以从这边呢就可以表示到说两个中观派的所迫呢，他们在安立所迫的时候呢有极大的不同。所以这边所讲述的内容呢，就是对于秩序派来说呢，他在跟应成派讲述到说，虽然呢我承许到说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但是也因为说诸法都是自性成立的呢，所以它才是由分别心去安立的。这样子对我来说呢并没有任何的相违。但是以应成来看的话呢，他就说你这样子诠释呢是有相违的。因为它既然是自相成立，它既然已经是自相成立，就表示它不可能唯由心之力去安立。但秩序派就反驳到说，这样子呢是没有过失的。因为诸法呢它可以由分别心去安立，但是呢它由心去安立，但是它并不是在境上呢由它境上不共的自体成立，这一点呢是我所否认的。但是我并不否认说诸法呢是可以由心去这样去安立，然后呢它也是自相的成立，这一点呢对我来说是不相违的。所以大家呢可以把就是由是当知，此派中虽无非由内心显现真上安立之体性，然许由非为假名由彼真上安立之体性，亦不相违。故两派中观之所迫，于内心安立上有极大之不同呢。可以把这一段话呢就是画起来，然后呢
做一个重点，因为呢，这一段话呢，就是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大家除了平常呢，就是可以常常把这一段话呢拿出来做思维之外呢，也可以去请问其他的一些善知识，看他们是如何诠释这些话的。那对于说我们学习中观的这些见解呢，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呢，我们一般呢在看就是经论的解释的时候呢，那从经论的解释呢，我们去理解这句话呢，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呢，就是我们自己看了这一段话之后呢，那我们内心可能会升起，哦，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这个样子，或是这句话呢，你可能会升起一个能够理解这句话的一个正量。那另外一种理解这句话的方式呢，就是我们透由其他的解释。那透由其他祖师所写的解释之后呢，那你看他们的解释，然后把这个解释呢作为至宗之后，然后你不断的去思维这句话呢，然后由此呢升起一个理解的这个量呢。那不论是哪一种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呢去思维，然后思维之后让自己感觉到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呢，好像升起一种觉受，因为唯有当你升起觉受的时候呢，你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呢，才会更为的坚固，也会更为的透彻。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呢，就可以了解到说呢，由是当知，此派中虽无非由内心显现真上安立之体性。就从这句话呢，我们很明显的呢，可以了解到说，秩序派呢，它虽然承许呢，诸法呢都是唯由内心所安立的，因为没有一法呢，它不是由分别心安立的这种体性呢，这种是不存在。所以讲到说，虽无非由内心显现真上安立的体性。但是呢，虽然说他是这样子承许的呢，但是他又承许说呢，有一种呢是非为假名，就是它并不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非为假名，然后有比真上安立之体性。但是呢，他又承许说，又有一种它不是由分别心所安立，是由境上呢可以成立的体性，但是这两者呢亦不相违。所以假如说故两派中观应成以及秩序这两派中观师的所破呢，在内心的安立上呢有极大的不同。那这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假如说两派呢虽然都承许说唯由分别心所安立，但是对于唯智的这个安立呢，两者呢秩序跟应成呢，他们有极大的不同。那这极大的不同呢，也就是在于所破之上。我们刚刚就讲述到说，秩序派呢，它虽然说唯由分别心所安立，虽然说唯由分别心所安立呢，它这个唯智是最主要是要遮止什么呢？这个唯智最主要呢，就是要遮止地持的这一点。虽然说呢，诸法呢都是呢由分别心所安立，都不是地持，都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但是呢，它也承许呢，就是诸法呢，它也是非为假名，有比真相安立的体性。那这个是安立什么呢？就是安立自相成立的这一点。那这个对于秩序派来说呢，他会觉得说这两个呢是没有任何的相违的，除了为分别心所安立的唯智呢，它是去除掉地持的这一点。但是以应成派来说呢，他会觉得到说呢，所讲到唯由分别心所安立，或说唯由心所安立的唯智呢，它并不仅仅只是遮止地持这一点，它是讲到说诸法呢，它在寻找之后呢，你是寻找不到它任何的假立意的，所以你找到最后呢，是不会有一个所谓的自相成立这个东西存在的。所以以所破来说呢，这两者呢，他们在内心安立所破呢，就有极大不同的缘故。所以这边就解释到说呢，从秩序派来说呢，他在解释到说，虽然呢诸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但是呢，我也承许说，诸法呢，并不是像说你应成派所讲的，它只要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话呢，它就不能够是在境上呢能去安立它，在境上是可以安立的，因为在境上是可以安立事项成立的。但是你应成派呢是讲到说，只要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话呢，那境上呢它就不可能有成立。但是对于秩序派来说呢，它是承许说，虽然呢诸法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但是我还是可以承许一个呢，就是不是像你应成派所承许的这种唯由心之力去安立的这个境上安立呢，这境上还成立的这种自性成立呢，我还是可以承许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相违。那我们这边就会讲到说，为什么呢？从这边第一句呢讲到说由是当知呢，那我们知道说，因为
这边此派指的是说秩序派。那这边讲说秩序派呢，它承许呢诸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呢所安立的。但是呢，下一句话呢，然许有非为假名，然许有非为假名，有比真上安立之体性的这个第二句话，然许有非为假名，为什么这个非为假名的这边呢？这边要理解为是应成派所承许的为分别心所安立呢？因为呢，最主要是看到说之后的这个论述，因为在讲完这句话之后呢，然许有非为假名，有比真上安立之体性，亦不相违之后呢，为什么会突然加个说故两派中观之所破，于内心安立上有极大的不同？就是为什么突然会跑出到一个说两派中观，是会讲到说应成派跟秩序派呢，它在安立有所不同呢？为什么会突然跑出来呢？所以就可以从上面的这个描述之中呢，可以了解到说，第一句话呢，它所解释的呢，就是秩序派它自中所承许的一切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但是他所讲的都由分别心所安立的时候呢，他也承许说，这个唯字呢，它仅仅只是遮止掉第十而已。但是呢，他遮止掉第十之后，所以他承许掉说诸法呢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那第二句话呢，又讲到说，然许有非为假名，就是不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然后又有比真上安立的体性呢。这边讲的，他又承许说有一法呢，它不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这个分别心呢，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这边呢，所指的呢，是指应成派所承许的。就是虽然说呢，诸法呢，我承许到说诸法是由为分别心所安立，但是我并不承许说诸法呢，它是如同你应成派所讲的那一种为分别心所安立的。为什么呢？因为诸法呢，它在境上呢，还是可以找寻得到，因为呢，诸法呢，它也是自相成立的。所以对于我秩序派来说呢，我觉得这两派呢是没有任何的相违，所以后面才会引申到说，因为上述所讲的呢，他把秩序跟应成两派的观点都放进去的缘故，所以最后面在做总结的时候呢，才会提到说两派中观师呢，他对于所破呢，在内心的安立呢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呢去理解到说，为什么后面讲到说然许由非为假名的这个为分别心所安立呢，是应成派所承许的分别心所安立，就是可以从后面这个故两派中观之所破呢，由内心安立有极大不同呢，可以从这边呢去推论。所以呢，就是这一段话呢，就是刚讲的，从由是当知开始呢，到后面的内心安立上有极大之不同呢，就是大家可以把它化作重点，因为呢，这句话就是在解释起来呢比较困难，所以各个祖师在解释的时候呢，都是从他们都有不同的解释方式，都有他们不共的解释方式。那为什么说在这边呢，先会为各位做这样子的解释呢？就是希望说大家呢心里面能先有一个安立出一个至中，就是你要先知道说呢，就是这句话它一开始呢，就是至中呢是如何去做解释的。那你一定要先安立至中之后呢，然后再去做其他广泛的思维。因为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至中的时候呢，你一开始呢会觉得说，哦，这一派是这个样子讲，哦，那一派又是这个样子讲，但是你自己没有一个自己的见解的时候呢，那你东听听西听听，听到最后呢，你会完全没有一个方向，因为你不知道说哪一个讲法呢才是正确的。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先自己安立一个至中，或是说以某个祖师的讲法呢作为自己的至中。那透由把这个安立为至中之后呢，然后在这上面呢不断的去思维。那等到自己思维的就是大概清楚到说至中呢所讲述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呢，那再来翻阅其他的祖师的观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其他的祖师呢，他们在做对于至中呢，他是用怎样的方式来做问难，他是会从理路上面呢对于至中，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做问难，或是从引经据论上面呢对于至中呢做怎样的问难，然后你从其他祖师的这一些问难的角度呢，然后再来思维到说，那至中这样子讲呢，他又是如何的去解释的时候，你才能够变得越来越清楚，而不是呢一开始呢完全没有一个至中，然后呢这边也看那边也看的时候呢，那最后呢你自己会找不到一个说，那这句话到底该如何的来诠释。所以一开始呢，我们一定要先掌握至中，那对于至中所诠释的理解之后呢，再来开始参阅别人呢到底是如何做解释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下一段。那下一段呢，就是要说，若将此派实有实质与破实质之正理，先上为引导。那这个若将呢，在藏文里面呢，就是说，
若呢，就是补特伽罗将此派实有实知。那这边的补特伽罗呢，指的是说，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初修行者，因为在这个大科判里面呢，我们只要说这个大科判里面，它是对于说中观呢，它两派就是共同的这个道次呢，就是我们该如何的学习，就是要先从所破呢开始。那所以呢，在讲述到说，所以这边讲的说，这个大科判里面，它其实涵盖了就是应成跟秩序派的论点。那以秩序派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当然认为说，所有的见解里面呢，最殊胜的是属于他秩序派的角度。所以这边讲来说呢，我们一开始修学的这个补特伽罗呢，就是初修行者呢，如果将此派呢，就是秩序派呢，它的实有，那实有我们知道讲的就是境，也就是呢秩序派他们所谓的所破，也就是第十有或是第十成立。那实质呢，就是执持着这个第十有的这个我执呢，称之为是实质。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若将秩序派还有它的秩序派呢，它的实有，就是它所破的这个境呢实有，以及执持所破的这个执着呢实质呢，这两者。那所以呢，这边就想要说呢，如果我们先能够将秩序派呢，他所认为的这个实有呢，他所认为的第十呢，到底是怎样？然后执持呢，这个第十的这个实质呢是如何？那在了解这两者之后呢，与破实质之正理，先上为引导，就是这边呢讲述到说，秩序派呢，它是如何破除掉实质它的执着境实有呢？它破除的方式呢，它是用怎样的方式呢去做破除的？就是秩序派呢，他在讲到所破的时候，他所谓的第十，那第十呢，就是我们的了知呢，就是实质呢，它是如何去执持这个第十的？你要先了解到说，他所认为的第十是什么？什么叫做第十？那执持这个第十的这个了知呢，它是如何的去执持它？你了解这一点之后呢，你才能够去破除掉实质，然后由此呢，你才能够升起一个就是秩序派它是用这种方式呢去破除实质的，所以它的正理呢，它是用什么的正理呢去破除掉这个实质的，然后在这边呢先上为引导。那这边呢上为引导就是讲说，他这边先没有用太广泛的方式，就是以很收摄的方式呢做一个了知。那上为引导之后呢，那次乃是以应成正宗。那之后呢，再告诉我们说，那以应成派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是如何来看到这个第十？他所谓的第十呢，他所谓的所破的第十呢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则善能分辨正见之差别。那这个时候呢，才能够了解到说，他们两个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那这边呢，所以讲到说之后呢，就是以应成派的他的论点呢，那以应成派的论点之后呢，会怎样呢？善能分辨正见。那善能分辨呢，就是在藏文里面，他就讲说，如同呢我们把眼睛打开一般，就是在一开始呢还没有介绍应成派的见解之前呢，那先告诉我们说，那十四中呢，他所谓的执着呢是怎样？那十四中呢，他是如何去安立他的无我？那讲完十四中是如何安立他的无我之后呢，他是如何去破除掉他所谓的我呢是怎样的状况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解释到说唯识中。那唯识中呢，他是如何呢在安立法无我的？他安立法无我呢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去安立？那在讲完唯识中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中观的秩序派。那秩序派呢还有如何呢去讲述说他的无我呢是怎么样的？它是如何去安立的无我？就如同呢我们在剥洋葱的时候呢，就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剥，然后呢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就像把眼睛打开一般，或者说呢有一种譬如说就像在擦宝石一样，我们会越擦呢那个宝石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亮。所以在先阐述了就是下部中他们的这些见解，从十四中一直到秩序派的见解之后呢，然后才告诉我们应成派的见解，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快的去理解到应成派呢，它是如何呢去阐释它的见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善能分辨，就如同眼睛打开一样呢，去看到说这些见解之间的差别。所以呢，这边在讲述到说呢，就是我们对于理解下部中的这些见解的时候呢，那它就如同所谓的宗义呢，内部的佛教的四部宗义呢，它就如同
阶梯一样，可以让你一层一层呢，就是理解的越来越清楚。我们先了解到说呢，十四宗呢是如何抉择他的见解的时候呢，当你了解了十四宗他如何抉择他的正见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呢，对于帮助你了解呢唯识宗的见解呢是有所帮助的。那等到我们了解到说唯识宗呢是如何抉择他的正见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他对于我们帮助呢秩序派的见解呢是有所帮助的。那我们知道说秩序派呢他是如何抉择他的正见的时候呢，那对于我们理解应成派的见解呢也是有所帮助的。所以才会说在学习四部宗义的时候呢，它就是如同楼梯一样，然后一层一层的让我们的见解会越来的越清楚。所以这边呢就讲述到说，我们从这里呢可以了知到说，就是当你了解下部宗的见解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呢对于你理解商部宗呢是有所帮助的。就像说我们在这边虽然说讲述到的呢是应成派的是秩序派的见解，但是秩序派的见解里面呢，它其实会掺杂着一分就是应成派的见解，只不过没有像应成派这么的破的这么的完全之外呢，它其实也是有讲述到的。就讲述到说，我们讲的说秩序派呢，它承许到诸法呢都是为分别心所安立的。但虽然说它是为分别心所安立的呢，但是呢，它也承许说诸法呢是在志向成立，是它也承许是这一点是成立的。它只不过是破斥掉了说诸法呢为自体，它唯有在境上这一方呢为境上这一方而有着这一点呢是秩序派呢所不成立的。所以它跟应成派的差别是在说，应成派呢它不许你说境上呢是能够成立的，但是秩序派它是加一个为境上那一方所成立，所以它也带到了稍微能够帮我们了解到说秩序以及应成之间的差异呢，在了解你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应成呢它所破的呢是更为的透彻。那所以这边呢，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说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在讲述这一些的时候呢，他最后主要都是讲到一个修行的次第。所以我们从了解秩序派的见解之后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呢，就是了解到应成派的一个方便。所以呢，从这边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说，宗喀巴所讲述的这些论点，大部分呢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它都是有一个次第的安排。就如同说宗喀巴大师呢，他在了不了义里面呢，唯识宗的部分呢，他也会多多少少呢会带到就是上部宗的一些见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会讲述到就是究竟三乘道以及究竟一乘道的差别。那对于智宗来说呢，智宗呢是承许究竟一乘道。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承许说究竟三乘道呢？因为以智宗来看的话呢，他会认为说缘觉所获得的果位，还有声闻所获得的果位呢，它并不是究竟的，所以并不能够称为是究竟三乘道。为什么说它不是究竟的呢？因为以智宗来看的话呢，为究竟一乘道呢，究竟唯有大乘。为什么大乘是究竟的呢？因为所谓的究竟呢，就是你的所断的功德以及所证的功德，二者呢都要圆满。但是以智宗来看，就是声闻以及缘觉呢，它的究竟所证阿罗汉以及缘觉阿罗汉呢，它的所断呢并没有圆满，然后它的所证呢也没有圆满，所以以智宗来说呢，并不会承许到究竟三乘道。智宗呢，它还是承许究竟一乘道。那所以以佛陀所说的经论来说呢，像是以楞伽经或是白莲花经呢，都是讲述到究竟一乘道。那所以呢，像是以秩序派还有说像是应成派来说的话呢，都是承许为究竟一乘道。那当然除此之外呢，像世尊在解释密经的时候呢，就讲述到说究竟三乘道。那为什么会讲述到究竟三乘道呢？那究竟三乘道里面呢，最主要就讲到说像是缘觉阿罗汉或是声闻阿罗汉呢，讲到究竟三乘道缘故，是因为讲说，当缘觉阿罗汉还有声闻阿罗汉呢，他进入无余涅槃之后呢，他就不可能再进入大乘道。所以对于说他们进入缘觉的声闻阿罗汉的无余涅槃，还有缘觉阿罗汉进入无余涅槃之后呢，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究竟的所生，因为他没有办法再进入大乘道的缘故，所以对他来说已经是究竟。所以在解释密经呢是承许到究竟三乘道。那为什么呢要讲述到究竟三乘道呢？那讲述究竟三乘道最主要呢是为了引导有情呢进入大乘的一个方便。因为呢如果说一个
有情他一开始呢，他对于大乘的这些见解，或者说大乘的这些行持呢，他的内心呢，并没有产生一种希求心，或者说他过去的善根呢，他并没有办法符合大乘的这一种精神，或者说大乘的这一种论点的时候呢，那你只跟他讲述到就近一乘道，你只能走大乘道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因此呢，对佛陀的教法呢升起邪见，至于说呢退失信心。所以为了度化这些有情呢，一开始呢就先跟他讲述到说，其实除了大乘之外呢，那也有声闻道，也有缘觉道。那这些透由修习之后呢，你也是能够到达究竟的。那等到呢他进入到了他透由这些究竟三乘道的学习，那他成为了声闻阿罗汉或是缘觉阿罗汉之后呢，那当他以为他获得了究竟果位的时候，那之后呢就会空中又会有声音的，然后弹指就是佛陀会示现呢，就是空中的声音，然后弹指呢，然后把他从定中呢唤醒，然后跟他说，你现在所证呢并非究竟，你还要去入大乘道。所以是从这种方式呢，为了度化有情，所以才讲述到究竟三乘道。这边呢就举一个譬喻说，为什么要讲到说至终呢是承许究竟一乘道，那为什么还要有究竟三乘道呢？那就讲到说，就如同说古时候呢，就是说在狱里面呢会对讲到说，就是以现在来说呢，就是我们要去获取一些钱财。那在古代呢，他要获取钱财的一些方法呢，那他可能就是到大海里面呢去取这些宝石。那要到大海里面去取这些宝物的时候呢，那通常呢都会有一个大商主呢带领着其他人呢去取这些海中的这些宝物。那大商主在带领大家呢，就是出海呢去寻宝的时候，那往往呢在海上都要经过很多个月的这种航行的时间，那时间非常的长。那为了说避免其他人呢内心会因为时间太久而感到焦虑，或觉得说怎么都还没有到，就由此而产生退心的，所以大商主呢他会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会幻化出一个岛，然后在岛上呢幻化出一些城市，然后呢让这些同行的人呢看到这个岛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呢会觉得说好像快要到了这种感觉，然后到了这个岛上之后呢，他又可以稍微做一个休息，然后让内心呢没有这么的疲惫，然后再继续呢往下一个岛前进的时候，那这样子呢中间其他取宝的这些人呢，他的内心呢就会一直有一种动力，会一直想要往上走的这个动力。所以如同于此呢，为了引导有情能够进入大乘的解脱的缘故呢，所以才讲述到了究竟的三乘道。那这些呢，在入行论里面或是一些其他的中观论点，其实都有提到。那所以呢，就如同说，为什么要讲述究竟三乘道呢？就是要为说引导到究竟一乘道、究竟大乘的解脱、大乘的果位呢，而讲述究竟三乘道。那为什么要拿这个来做譬喻呢？就如同说，这个科判里面呢，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科判里面，他要先讲述到应成派的见解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究竟的见解呢是应成派的见解。那导我们呢能够去入于究竟应成派的见解呢，所以先讲述到了说应成派秩序派的见解是如何，所以才这边讲到说呢，若将此派，这个此呢指的是秩序派，若将此派秩序派的实有实质，还有呢破除实质的正见呢，那我们看到这边先上为引导，那还有最后一句讲说，故于此中略为宣说，就是先上为然后略为引导，就是在这边呢先简略的做一个引导。那简略做一个引导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为了能够领导我们呢，引导我们去了解到应成派的究竟的见解的缘故，所以才在这边呢先略微的引导我们说应成派秩序派呢是做什么样的程序，然后略微的引导之后呢，然后才告诉我们说应成的正宗呢是如何。接下来呢，所以就讲到说呢，故于此中宣说，就讲到说上述的内容呢，就是为什么要先讲述秩序派的见解，然后才讲述到应成派的见解。所以在讲述完秩序派的见解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下一个科判，就是子二呢，就讲到说明应成派，明应成中观派之实质。那在这个科判里面呢，那在中文里面是直接就讲到说，就是直接就讲到说它的两个子科判。那在藏文里面呢，它还有一个就讲说，在了解
应成派呢，就是诸法都是为名言所安立的这个方式呢，我们了解了之后呢，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这边就讲到说，为什么要先明应成派，先明应成派的这个所破呢？就是你对一个见解要了解之前呢，你要说他这个见解，他这个宗派呢，他最主要所要破的呢是什么？你唯有先破除掉呢他的所破之后呢，你才能够去安立他的见解。所以呢，就如同吉天菩萨呢，他在《入行论》里面呢也有讲到说，就是你要先了解到诸法实相，那这个实相呢，你要先了解到它的所破呢是什么之后呢，那你才可以知道说呢，那所谓的无地实呢，或是无自性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呢是什么？所以一开始呢才会讲到说，同样的呢，我们要了解应成派的见解之前呢，你要先了解到应成派呢，它的见解最主要所要破斥的内容呢，到底是什么？所以才讲到说明应成中观派之实质。那所以呢，在这边讲说，我们在了解应成派它的实质之前呢，会先讲到什么呢？会先讲到此派呢，那这个此派这边的此派指的就是应成派。应成派呢，它安立到诸法呢，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那了解到诸法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之后呢，那你自然而然可以了解到，那如果呢，比相为品，就是诸法如果不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呢，那这个呢就是应成派他所认为的实质。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容易了解到说，应成派他所谓的实质呢是什么东西，你就更容易去了解。所以他一开始呢会先讲述到诸法呢都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道理。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才安立了两个科判，就是第一个科判呢就讲到说明由分别真上安立之理，以及呢第二个科判明执彼为品之实质。就是你了解到诸法呢，对于应成派来说呢，诸法都是由心所安立之后呢，那你就了解说，那和这个诸法都是由分别所安立的相反呢，那这个相反它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实质。所以这里呢就讲到了这两个科判，所以才会讲说一开始呢我们会先讲述到说诸法呢它都是唯由分别心所安立，就是唯由心所安立。所以我们会讲到说唯由心所安立的时候呢，你要先了解到它这个唯字呢最主要呢是要破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讲到说，透由这个唯分别心所安立的唯字呢，我们可以从这里面了解到说秩序派它所安立的唯字唯的意思，以及应成派呢所安立唯的意思不同的缘故呢，所以两派呢在对于说他们的所破呢安立也会有所不同。